那游偌久啊？啊，游偌久啊？不好啊，迄光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比声音来得快。反正石头的吼，嘿，迄线吼，嘿，你看会爱钓啊。哦，会去用着落个脚，珊瑚嘛。啊，会去卡着石头啦吼。嘿，伊多啦，有诶。啊，这边为什么这么陡啊？啊，大概鬼。火地跟锁门。哇，三把梯，三把梯，哇，他说的话嘛。三把梯，三把梯。喂，这什么东西？啊，我们这边讲者，那有毒吐了，不能动啊！那有毒。锁门注意啊，锁门啊！啊，他顺时眼这个字哦，啊，小心哦。喂，喂，你看，这白虎嘞？让你看呐。我带你看白啦。为什么那么不要？哇，完美完美！哎，有咩输啊？哎，进来进来！人啊，我累啦，Q 人唔累，啊，大家就 Q 我本。用音的，音的较袂有见到。我系要攞。再进来，进来，快进来！海龟，海龟吧。大半个。哇，看到小岛了。你叫这边。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。不要跑，不要跑。多了解，嘿。来，进来嘞！哦，来，回家喽，回家。哦，好，拜拜。OK。怎么样？哎，今天啊，凭这个收获差强人意吧。啊，因为这个总数量虽然少，但是有抓到那个蛙币啊，我们这边讲蛙币，这个比较高级的鱼，所以大家也算很高兴啊。因为这个可能跟又抓到2只利息龟有关系吧，所以它无形中在网里面哈，它会把一些鱼群啊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个驱赶的动作啊，所以可能也会影响到一些渔获。今天有多少人分呢？我们大概有75位左右啊，那是今年冬天我们自己村里面第一次看钩啊，我们是希望说先试探性的。挂给人去看啊，今天能不能拉到一些鱼？如果有，我们就开始就准备要，就是只要好天气，我们就要下网啊。那今天算试探性的啊，所以我们设计好准备一个蛋糕，来的人啊，除了可以分到鱼，还可以分到蛋糕，所以今天大家也算是这个丰收了啊，满载而归啊。